長者居家安老需要一個安全設計嘅生活空間，你屋企準備好未呢？首先，光線要足夠，夜間起身容易絆倒。走廊、睡房、浴室建議裝感應燈或者夜燈。第二，地面要整潔，電線、地氈、不穩家具容易導致跌倒，記得要定期檢查。第三，廚房要安全，爐具、熱水壺等要遠離熱燭位置，選用有自動斷電功能嘅電器更安心。第四，浴室要防滑，加裝防滑墊、扶手、沐浴椅，可以減低濕滑風險。第五，求助要即時，可以佩戴平安鐘或者係安裝緊急按鈕，意外嘅時候可以即時請求援助。長者喺屋企生活，安全設計絕對唔可以忽視，建議屋企人及早檢視長者嘅生活空間，從燈光、家具、浴室到求助設備，逐一改善，預防勝於治療。亦都可以聘請職業治療師上門為你設計合適嘅家居環境，例如針對黃昏症候群等情況，可以透過顏色、標誌、燈光等設計，幫助長者適應環境，減少不安同迷失感。Care Club 團隊可以協助進行家居安全評估，並提供合適嘅照顧方案，令長者安心生活，家人更放心。